爱，这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哲学、宗教以及人类经验中最核心的主题之一。谈论爱的真谛，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爱的定义，还要理解它在我们生命中的不同层面，以及它如何塑造我们的存在和人际关系。首先，爱的真谛往往被认为是无私的。在这个层面上，爱是一种超越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力量。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浪漫爱情，真正的爱都是建立在对他人幸福的真诚关心上。这种关心不仅仅是表面的，而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对他人生活质量的关注和希望他们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在这种爱中，我们往往愿意为他人付出，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无私的爱，如同母爱，它是自然的流露，并且是支持和保护的象征。其次，爱的真谛还包括接纳和包容。爱不是要求对方完美无瑕，而是能够欣然接受他人的不足和缺陷。当我们真正的爱一个人时，我们学会了包容他人的错误，并且欣赏他们独特的个性。这种接纳不是一种勉强，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心境。在这样的爱中，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包容使得关系更加稳固，并且使我们能够在困难和挑战中彼此扶持。爱的真谛还在于尊重和理解。尊重意味着承认对方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选择。在爱的关系中，尊重是关键，它体现了我们对对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决定的认同。这种尊重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礼貌，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和理解。当我们尊重对方的独立性时，我们也在创造一个互信和支持的环境，使爱得以持久和健康的发展。然而，爱的真谛也涉及到自我爱和自我成长。真正的爱不是仅仅关注他人，而是能够平衡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关怀。自我爱意味着我们尊重自己的需求、情感和界限，并且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只有当我们自己内心充满了爱和满足时，我们才有能力真诚地爱他人。这种爱的关系不是依赖于他人来填补我们的空虚，而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完整性和幸福感。此外，爱的真谛还包括持久性和忠诚。在爱的旅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真正的爱都是坚韧不拔的。这种爱不仅仅是面对风花雪月时的甜蜜，更是能够在艰难时期依然坚守和支持对方。忠诚意味着在所有困难和变迁中，依然保持对对方的承诺和信任。这样的爱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培养，也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的实践和体现。最后，爱的真谛也包含了成长和变化。爱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生经历的不断积累而发展和演变。这种变化可以是对彼此的更深理解，也可以是对关系本身的重新定义。
在这个过程中，爱需要灵活性和适应性，以便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健康和充实。总的来说，爱的真谛是复杂而深刻的，它涵盖了无私、接纳、尊重、自我爱、忠诚和成长等多方面的内涵。理解这些方面，并在实践中去体验和实践爱的真谛，我们才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建立起真正有意义的爱的关系。